廖老师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啊，小丹同学，美术比赛得了第1名，应该很开心才对吧？老师，我不是要说这事。你不用谢我，其实呢，我也是一不小心，意外惊喜而已。廖老师，我找您不是因为这个事儿。啊，不是这个事儿啊，那是学习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我和叶玉虎其实没有什么，我没有在跟他谈恋爱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其实年轻人呢，有这样的问题也没什么的，正确处理就好了。再说了，同学之间有感情也是很正常的嘛。小邓同学，千万别有任何心理负担。我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，我怕说了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是，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一起考虑一下。更何况我……哎，对了，学校的篮球比赛要开始了，我们应该一起去给他们加油一下，对不对？走。哎呀，小豆怎么才来了？快点，哎，快答应我要永远保持最真笑脸，许下诺言。这才刚刚开始，我们目标是冠军。高兴什么呀？懂什么叫骄兵必败吗？梁老师，您还算我们老师吗？我这刚赢，您就在这说风凉话。没你这么说话的老师。对啊，你说大家还挺开心的。倒数第2，赢了倒数第1，有什么可开心的？看什么？不服气啊？回家打你的飞机去吧你！回来啦，喝点儿。我吃过饭了。你妈喝醉了，你就陪我喝点吧。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兰洛今年多大了？多大了呀16了，你不是17吗？我过几天才17。哦，我还记得昨天就是。你没给他过生日？不用，没事儿。兰洛回自己房间去，快去。要我说吧，没事儿你就常来，反正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。